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这一系列呢，所要讨论的、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故事承诺。那昨天前几天吧，介绍了关于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前世。今天开始呢，我将开始跟大家介绍关于占都古仁波切在早期他年幼的时候出生到年幼时候的一些故事。那今天主要介绍的是他出生的就他在台湾出生的一些故事。那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呢，他在台湾的居住期间是从1965年到1972年。那这本书呢，最初有写着这么一段：诸佛菩萨总是出于无暇的慈悲之心，选择诞生于最困苦之境，以利乐众生。尊贵的地念武士占都古仁波切就是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人。那可能大家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子的一段话感到好奇吧？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念诵这一段文字。时光倒流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台湾，中国新疆的年轻蒙古族公主蒂瓦宁波与当时在台北工作的藏人罗桑嘉措浪漫邂逅。20岁出头的蒂瓦宁波被英俊的罗桑嘉措所深深吸引，全然不知对方在西藏早有家室。当发现实情时，一切却为时已晚，她已怀了他的孩子。蒂瓦宁波得知对方已婚后，大受打击和深觉受辱，立刻跟罗桑嘉措断绝关系，从此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那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就已经猜到了这一对怎么说呢？这一对情人吧，是跟仁波切什么样的关系？尽管这段爱情是个悲剧，蒂瓦宁波在怀孕期间却出现了诸多吉兆。9月怀胎期间，蒂瓦宁波每晚都会梦到一头小白象走进庭院，而他则会把白象系在一棵树旁。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释迦牟尼佛诞生前他母亲所做过的梦。蒂瓦宁波后来告诉仁波切，要时常把一头象比羔羊的白象带在身边，因为这会为他带来好运。在临产的前一晚，他梦到众多高僧前来屋里举行盛大的法会。在分娩时，他没有痛楚，并且非常顺利。这也是觉者摩诃萨降世的又一祥兆，智者依庆其身。1965年10月24日，蒂瓦产下了一名男婴，即伊斯卡明王子。然而未婚生子对蒂瓦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尤其是他年纪尚轻，且还是蒙古皇室成员。仁波切7个月大时就已经显示出了源自前世的深刻修行印记。寺院派僧人到访仁波切母亲的家，探寻并认证这个皇室婴儿为一位高僧的转世灵童。僧人们请求正式认证这个婴儿，之后再把他带回寺院接受佛教教育。然而这位年轻的母亲却拒绝了僧人的请求，没有允许他们带走这个孩子，并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确实是一位高僧转世，那他自然就会找到自己的修行之路。蒂瓦宁波有所顾虑，也许是由于每个寺院出家的僧人都要登记父母的名字，而这位年轻的母亲却不愿公开孩子父亲的身份。那先跟大家念到这里，给大家可能看一下图片。那这一位呢，就是蒂瓦宁波，也就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亲生母亲。她是蒙古的一个皇室成员，其实是叫蒙古的一个公主。
那这位呢，就是罗山嘉措。那罗山嘉措，帝瓦宁波在认识罗山嘉措的时候，并不知道，其实罗山嘉措在西藏已经有了家室，有了孩子，所以就跟他谈上了恋爱。那但是后来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太迟了，他当时已经怀上了仁波切。那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在当时在1965年吧，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件当时的人们思想还相当怎么说呢，相当传统，是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更何况还发生在皇室家族，所以帝瓦宁波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一个打击的。那但是讲这些是关于他父母的一些故事。那但是说到仁波切出生前的一些事情呢，却显现了一些高僧转世的一些特有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他母亲呢在怀孕期间就常常会梦到他自己将一颗白象绑在庭院的树旁。在他临产的时候，他也梦到很多高僧前来物理举行很大的一些法会，而且他分娩的时候是没有痛苦的。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如果说你有留意高僧的传记啦，或者是一些仁波切的一些传记的话，你会看到类似的故事，其实是一直在发生的。那仁波切呢，他的蒙古名字其实是伊斯卡明王子，因为帝瓦宁波是个公主嘛，所以他是伊斯卡明王子。那其实他在出世之后，不久之后，其实在7个月大的时候，就寺院都已经派人来请求来认证他了。但是其实当时由于他的母亲，就无法接受一个这样子的情况，自己未婚生子，所以如果说他如果让僧人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寺院去的话，那他整件事情，他未婚生子了，他孩子的父亲什么人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当众的宣读出来。那他觉得他这样子的，他丢不起这样子的面子，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仁波切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命运呢就改变了，就他没有办法像其他的转世高僧这样，就直接的从小就被迎请回寺院坐床了，然后再顺利的在寺院接受僧家教育。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子呢，给仁波切的人生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些体会和经历。那对我们怎么说，这影响他将来，就是他现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他的传弘法的一个特征啊等等的，之后我们再谈这个。那再跟大家念几段。此后不久，这名孩子就被交托给一位名叫施妈妈的养母照料。他和施妈妈当军官的丈夫以及3个儿子一起住在台北一间位于3楼朝向大街的租房里。住房楼下是杂货店，而小仁波切就读的学校也在附近。那讲到这个呢，我就直接先给大家看的这一间仁波切早期的所居住的地方。那是台北的一个商店楼上的一个屋子，那其实相当的简陋。那这是施妈妈的家里。小仁波切在施妈妈家里的生活可说是一点儿都不好过。他不但常要挨饿，还不时会受到虐待，而遭受养父母3个儿子无情的嘲弄。这使得年幼的仁波切总是尽量避免待在家里。他经常在放学后独自在台北街头游荡，找食物充饥，直到半夜11点才蹑手蹑脚地回家睡觉。在仁波切最早期的记忆中，他总是被台北街头上的歌仔戏人偶所吸引。这一切对他而言都十分熟悉，勾起了他记忆中潜藏的对西藏神域的记忆。那这一段呢，其实是相当有趣的。其实当然也有一些不幸的一些成分，就是说仁波切
他被自己的母亲遗弃了，那母亲就把他送到一个养父母的家里。那养父母呢，其实是收了钱，受托照顾仁波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去对待这个仁波切，那常常虐待他啦，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嘲弄仁波切，所以仁波切年纪很小，就常常自己一个人流浪在台北的街头，就是为了避免被虐打。那直到半夜才回家。那但是这有趣的地方是呢，他在早期的记忆中，他其实台湾嘛有很多歌仔戏啊。那歌仔戏的一些人偶的一个模样和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长相呢，却让仁波切勾起了他潜藏，他觉得非常熟悉，他勾起了他潜藏中对西藏神域的一个记忆。其实如果说如果我们知道你有看过西藏神域，你有看过这些歌仔戏的一些装扮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们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把脸画得红红的。身上的穿着一些怎么讲呢？有一些穿着一些战服啊之类的。这是对仁波切来说，那是非常熟悉的一些记忆，他觉得很亲切。小仁波切往往会被师妈妈逮个正着，并受到惩罚，要么的挨打，要么的整夜跪在米粒上。整体来说，仁波切在师妈妈的家里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爱和照顾，就连饮食需要也受忽略。许多夜里，他们只给年幼的仁波切喂掺了糖的白饭，导致仁波切嘴里长满了蛀牙，使得仁波切后来被带到美国时，年纪小就得接受大量的牙科治疗。那仁波切因为是妈妈他们就是那一家嘛，对仁波切其实并不好，那也没有给他什么正式的食物，那常常就是给他一碗饭，那就给些糖，小孩子就吃糖嘛，就白饭掺糖就这样子吃了。所以仁波切从小的牙齿就蛀得很厉害，直到了美国呢，才有机会接受牙医的治疗。那其实经过了相当漫长治疗，才把牙齿纠正过来。这个是他在师妈妈家里的一些情况。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些其他的一些图片。这个是仁波切小时候的样子，小时非常的，虽然生活其实很苦，常常受虐待，其实仁波切还是常常充满笑脸，其实还是非常精灵可爱的。来看这个，这是仁波切小时的样子。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看一张这个，稍微介绍一下。这张图比较大，我把它整个盖着我。那这个是仁波切的皇室家族的系谱。那追溯上去呢，其实可以追溯到王翰。那王翰跟成吉思汗是结义兄弟，所以他们其实这是一个王室家族。那仁波切在这个如果根据这个家族的话，他就是伊斯卡明王子。他的母亲是蒂瓦宁波图尔扈特，叫图尔扈特诺隐公主。所以他母亲呢，图尔扈特诺隐公主蒂瓦宁波跟罗桑嘉措就是一个藏人结婚不叫结婚，就是恋爱，然后就有了仁波切。那这个仁波切的母亲呢，他的父亲是庆明王。庆明王跟帝宪明王后结婚，生下了四个孩子。那目前呢，还在台湾的还有另外就是这个蒂瓦宁波的兄弟大维明王子。所以这是给大家大概有个概念。那我们再看看这几张。
那这一位呢，就是仁波切的外祖父庆明王。这位呢，就是仁波切的外祖母帝千明王后。这位呢是仁波切的母亲蒂瓦宁波年轻时的照片。这一位呢是就是蒂瓦宁波的兄弟。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蒂瓦宁波的父亲。蒂瓦宁波的父亲呢，庆明王是布勒塔王的长子。布勒塔曾经是新疆的郡主，也是王翰的直系后代。我们说王翰是成吉思汗的结义兄弟。那王翰呢，也是成吉思汗早期的靠山。那由于1949年内战期间局势不稳，庆明王就携带家眷离开新疆，前往西藏，后来转到印度，最终在台湾定居。那蒂瓦宁波的母亲呢，叫蒂切明王后。蒂切明王后是一位在蒙古流亡群体中备受爱戴和尊敬的一个皇后。那仁波切的母亲蒂瓦宁波，她本身是一名蒙古公主，那人们常常称她为图尔扈特诺因，这是图尔扈特人对皇族公主的一种敬称。那蒂瓦宁波的兄弟叫大维明王子，他现在居住在台湾，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那至于还有顺便介绍一下仁波切的父亲。仁波切的父亲呢叫罗山嘉措，他曾经是一个出家人，曾经是圣人，那也是曾经是创萨仁波切的助理。这是介绍仁波切的，就是他这些直系的家人。那我们接下去呢，再继续给大家念几段。然而，生活中还是有一些令人轻松的时刻。仁波切的外祖母蒂切明皇后对他疼爱有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他，还不时给他带来一些玩具、衣服或糖果。对外祖母什么时候要来，仁波切总会预先猜到，因为这时候圣妈妈就会先给他洗澡，换上好看的衣服，并拿出外祖母先前带来的玩具给他玩。蒂切明王后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离开之后，他所带给仁波切的所有玩具不但会被没收，有些甚至还变成了那三兄弟的玩具。在仁波切的幼年生活里，唯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人，是一位叫做关妈妈的年轻善良女性。她不时会去探望年幼的仁波切，还经常和他自己的兄弟把仁波切带到台北附近的乡间泡温泉。他们不仅给小仁波切买玩具和衣服，还会帮他洗澡，因为大家发现那家人并未妥善照顾他，甚至未给他最基本的家庭关怀。那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照片，看一下关妈妈年轻的样子。关妈妈跟他的兄弟，他们都对仁波切呢，小仁波切是疼爱有加的，所以仁波切至今都时常惦念着他们对他的恩情。关妈妈是在仁波切大约3、4岁时认识他的，而且也仅仅跟他相处几个月。他回忆说，仁波切那时的小名叫做小牛，因为他力大如牛，且个性和善，非常讨人欢喜。尽管很害羞，起初甚至怕见陌生人，小牛却很顽皮，喜欢到处乱跑和耍小把戏。由于小牛天性开朗，根本无人察觉到他在家里的不幸遭遇。他很聪明，记忆力也很好。关妈妈曾把小牛带在身边一段日子，直到他得知小牛很快就要移居美国，到新的寄养家庭生活为止。那其实从这里我们也看得到仁波切他是一个非常念旧、非常具有感恩之心的人。其实当时
关妈妈跟他相处的时间其实只是短短的几个月而已，而且当时仁波切呢也只不过3、4岁，但是这样的一份恩情呢，却始终在仁波切的心里，他就是对所有认识他的，其实他的弟子了，都知道关妈妈这个人物，因为仁波切是任何人给他的一些小恩德吧，他其实都是铭记在心里的。关妈妈以为小牛即将离开，就带他拍照留念，以此纪念他们之间特别的情谊。这些珍贵的照片是仁波切这段儿时回忆的唯一记录。那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照片，在视频上的这个照片，你看到是仁波切、关妈妈和关妈妈的兄弟，还有仁波切。在仁波切的脸上，其实你看不到是一个经常被虐待和怎么讲呢？和被打的孩子。那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天性是比较开朗的。当时关妈妈一直都以为仁波切很快就会离开台湾，在后来的那段时间里，施妈妈再也没有联系过他，所以他更不知道仁波切其实一直跟施妈妈生活，直到他6岁。如果关妈妈知道小仁波切那时人在台湾的话，小仁波切的遭遇便会更好一些。在仁波切6岁的某一天，帝千明皇后来到施妈妈家接他。皇后说她要带他去见他真正的父亲。这话让小男孩疑惑不解，他一直以为施妈妈一家人就是他真正的家人。随后帝千明皇后带着小仁波切来到美国，在那里年幼的仁波切即将展开崭新的生活。所以在台湾这一篇呢，就差不多。其实因为仁波切在台湾的时间非常短，而且他年纪很小，所以记得的是在主要呢是这是妈妈家里的一些比较不幸的一些遭遇了。那还记得就是关妈妈一家人对他的恩情。那其实这位关妈妈呢，她跟仁波切的母亲蒂瓦宁波是同班同学。那其实她是受蒂瓦宁波的所托来照顾、帮忙关照这个小男孩的。但是蒂瓦宁波其实并没有告诉关妈妈说这个小男孩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关妈妈一直到1997年才知道真相。所以当她得知这件事情过后，她其实感到非常的难过的。她觉得，那如果早知道是自己的同学的孩子的话，她其实应该想要去领养这个孩子的，因为其实她本身也是非常非常的疼爱和喜欢仁波切。那这个是关于台湾部分的介绍，从1965年到1965到1977多年，1965年到1972年。那关于台湾部分的介绍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那其实我估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故事的分享。那这就暂时告一段落。待会呢，我会继续再跟大家分享仁波切怎么说呢？到美国之后的一些故事。那我们现在呢，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法弘，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正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力者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2之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
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醒恒常住。谢谢大家。